会呼吁这中国9月13号阅兵，唔通企业唔通转发文章，想要到也是有纪律违纪人，到达也是有转发。中国今仔日阅兵游行，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社群平台甲伊发文恭喜，也靠西北韩罗西亚筹备计划，想要对抗美国。有一个涉外的查甫人兼做摄影师，用诱拐、强迫等方式性侵害29名未成年少女，婚姻危险署在今日提起公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3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的陆委会伫咧中国宣布要阅兵了后呢，就经过真济摆，那阵台湾基进国再转发这统战的文宣，上当会当发到50万。不过伫今仔日呢，也是有真济未转发阅兵的文章。陆委会根据因初步了解，相关大部分内容是无牵涉到降低国家地位，或者是宣扬用武力改变两岸现状。我们现在画出来的这2个红线去唱和要消灭中华民国国家主权，或者是矮化国家主权。第2条红线就是去唱和武力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争议陆委会最摆发出警告，中共93阅兵期间，台湾艺人若阁出现配合中方宣传矮化、消灭咱国家主权，会依法处理。不过，中国官方媒体用时初3发文强调93盛大阅兵爱斗阵铭记历史，包含书记吴匡林、伊令晶、吴其良这10外位台湾艺人拢有转发。演艺工会是到解释讲，其实伫对华发展的艺人有真侪无奈所在。我是认为这个是要不断的提醒跟不断的宣传。你也知道，艺人就只有靠舞台嘛。那如果那边给他更多舞台，那怎么办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根据这个文章内容，陆委会也到底来进行资料收集甲分析，初步了解认为也无牵涉减损中华民国地位，也是宣扬以武力改变两岸现状。不过也呼吁全体国民甲在野政党爱认清中共举办阅兵的意图。民进党的很多的立法委员，或者说民进党的好朋友伙伴们，自己也在中国大陆这边以中国台湾来去做生意，以中国台湾来去赚人民币。那请问，陆委会要不要一并也警告，不断的用抗中保台的这张牌来打压异己？这件事情民众都看在眼里，都是觉得是双标的行为。政府之前已经多次的呼吁艺人应该考虑这个社会的观感那针对这个陆委会的表示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尊重陆委会的说明。民进党方面只是表示尊重陆委会依法处理，国民党是强调依法行政伫两岸交流是相关的原则，也是上基底线。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今日早起举行阅兵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罗西亚总统普京，也有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3个人是头一届徛做伙。习近平讲到，人类面对和平和战争的选择，就要赶紧来建军。那因为解放军呢，是搁再把这核武点出来互看，背书是要共去行共款。那咱的陆委会是强调讲，这中共伫咧抗战的时阵无贡献。不管讲你开偌济钱伫遐办活动，这历史拢是无度改变的。放80响礼炮，大会开始，中共举行93阅兵，引起国际关注。有26个元首甲国际组织领袖拢受邀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伊夫人裴丽媛亲身来迎接。热社总统普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加洪坦、甲习近平互动到这3人到阵去天安门城楼第一摆共台出现。另外，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面对陆委会谴责，意愿参加93阅兵，出现伫观礼台。习近平请中山装有前领导人毛泽东发表讲话，讲到中国坚持行和平发展道路，指世界面临和平甲战争、对话甲冲突的对立，要赶紧建军。伊无讲到台湾，按过内容是维护国家主权。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了后，一个红旗检阅车、检阅部队地面户、各式战甲车、无人机、无人艇部队，应该系列泛蓝飞弹、空挺户、歼35别种战机、空警600蓝载型无人机是第一摆出来。搁一种展示的陆海空战略核武，包含经雷翼、固型站、东风六气导弹，展现强大核组日头外界解读威胁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这样的一个恐吓的作为，当然也可能被中共拿来运用，就是去减缓西方在台湾有事的时候去介入的时间力道跟它的速度。
青航空公里战术会谈也第一摆出来，国防部正视查陆地军分析，内容伫台海作战火力恐吓包含台湾本岛，可嫌国军防空诽谤，针对中共想要抢夺空前胜利为基权，陆委会强烈反驳。中共只图扩大自身势力，对战事并没有贡献。不管中共花多少资源办庆祝活动，都掩盖不了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他会希望去传达给美国的是说，美国你既然有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日韩、菲律宾、台湾跟这个澳洲，那我自己这一边我也有一个北朝鲜加我中国加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布局。中共外宾的敏感时刻传出一架美国公务船车叉出现在台海，穿过海峡中线。国防部回应相关的情形，完全是大家咧晓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伫今仔日举行这阅兵的游行，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喜，也口说北韩罗西亚讲因筹备计划想要对抗美国。中国这届阅兵呢，有专家是认为讲，这威权的领袖拢出现，是要展现团结来对抗西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后行航坦，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致意。三人则罕见伫中国93阅兵游行顶悬斗阵翕相。无受邀请，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贺以外，用词也真口说。川普声祝贺习近平主席甲伟大中国人民度过一个伟大永久的庆祝日，请台湾向普京甲金正恩致上上诚挚的问候。在恁密谋对付美国的时阵，佫强调美国伫二战期间为帮助中国付出真大资源甲血，希望这美军的奉献应受中国应该会致敬甲纪念。这摆阅兵包含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等真侪位权威国家领袖拢参加，特别是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四国领袖做伙，和华府战略专家叫做动荡的新的联盟已经形成。这活动展现团结对抗西方国家的意思。路透社分析，北韩领导人顶一摆参加中国阅兵活动是伫1959年，迄时阵是北韩国父金日成参加活动。对金正恩来讲，这摆阅兵是参加过规模上大的多国外交活动，也暗中提供机会扩大外交圈，得到发展协部的稳性支持。特别是这摆到中国，佮带查某囝金主海，这是金主海第一摆访问中国，也是伊第一摆伫国际重要场合出现，佮一摆引起外界认定。北韩未来接班人上可能就是金主海。数十位国际政要。除了北韩，罗西亚领袖也有北夫哈萨克、巴基斯坦等领袖代表参加。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原本因为国内示威军甲促销参加，却临时决定无要参示威的动乱，来到北京参加阅兵。另外，印度总理莫迪认为报道，莫迪昨活动目的是庆祝对日抗战胜利，为无要伤害日本，所以甲代表团拢无出现伫阅兵游行的现场。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9月7日，军人节总统赖清德主持中烈士祭拜，强调台湾人爱和平，纪念基石袂加强。另外，这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去到中正纪念堂致意，伊强调当年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的国军，唔通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93军人节这一天，赖总统早起来到圆山中烈祠担任主祭官主持求祭典礼，小副总统甲5位代表担任陪祭。伫走国歌的时阵，徛后边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喙形明显，赖小两个人是比较较斯文优雅。了后献花恭读祭文，总统带众人行三鞠躬礼，最后是向烈士遗族代表致意。当时阵，赖总统嘛伫面册发文，讲台湾人民爱和平，袂野庆纪念和平，是纪念新历甲历史的价值。相信手内武器是要保家卫国，毋是要侵略扩张。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嘛带党公职干部甲民众来中正纪念堂向国军新历致敬，对中国挑工伫讲一讲一兵，一真慎重严肃强调讲，当年抗战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军，真正抗战胜利的主力部队。是中华民国的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历史的真正的那些故事，不容任何人去抹杀和篡改。我要向大陆上也提出一个建议：展示军力不是炫耀武力，要去讲清楚，
尤其是要告诉台湾的同胞，大陆上绝对不会用武力来解决两岸的问题。陆军司令部嘛，伫军人节前前推出形象影片，新变变的陆军，展现 M1A2T 战车海马斯多管火箭的训练画面。除了展示新武器、新装备，甲实践化训练的阶段成果，陆军嘛强调讲，目前面对敌情严厉的威胁，陆军当时转型甲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会一步一步做好战备甲整备，来突破防卫作战的能量，建构合作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要庆祝9月初3军人节，只要是军人坐华航、华信等飞联机，就有机会升级坐商务舱。另外，这各岛的服务区代替高铁，对军人节也有优待，展现社会对国军的支持和肯定。桃园国际机场向常年保家卫国、日夜辛劳的国军弟兄姐妹致上最高敬意。同机场广播声响起，向国军兄弟姊妹致敬。救生军人节这一日，国军受到专属的贺礼。台湾的航空公司实施建军的优惠，包括华航、华信长荣、立明甲商务国际线航班，现有官兵伫咧71日有机会升登商务舱。华航国家队做伙冠属，若是提出现有军人冠属身份证，买当做伙升登。有把一些优惠的福利推馈到眷属这边，让默默在背后支持我们的眷属也有感受到这些温暖跟回馈，所以其实真的蛮感动的。除了国际航空公司对进军的搭机领域以外，并且跟机场服务到你们的工作伙伴一起推出为期1周的优惠活动。社会有看见国军的辛苦，除了各岛服务区拍9折，高铁提供免费的小饮料，台铁嘛响应军人节推出军人买便当拍9折，搁加送饮料。透早伫上山车头，台铁卖便当的单位就排队排到落长。不过嘛，民众认为优惠的物件会当搁较多、搁较好咧。应该是要再优惠再好一点。多送一些饮料给他们。两岸对赌的压力持续在升悬，国军无眠无日在守护第一线，辛苦的付出值得咱甲鼓励。这届按航空铁路到点头，共同响应军人节，用具体行动向官兵甲家属致敬，嘛展现社会对国军的支持甲肯定。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这海巡署的统计，讲最近这10个月经过金门水域的中国海警船有85只，进入到限制水域的其他公务船有515只。这中国伫咧铺设地带侵略有变质趋势。另外，美国智库报告也指出讲，这中国已经伫咧台湾主张是专属经济区内面设政治平台，离东沙群岛限制水域干那48公里尔。中国海警14603。天气真歹，海洋真大，海巡人员并行距离侵了咱国水域的中国海警船。根据海巡署上新的统计，对2024年2月到今年8月底为止，经过金门水域的中国海警船总计85只，也若经过金门禁限制水域的中国海监加科研加其他公务船，更加总计有515只，而且这中方的铺设地带侵了，敢若有增加情形。美国国防政治团体詹姆斯顿基金会最近发布的报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所属的油气船只，也佫有管做钻井的平台，正伫台湾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底钻探石油加天然气。其中一座离咱东沙群岛限制水域只有大约48公里，进程更加一度挖掘到大约只有2.7公里。分析中方想要用商业活动在暗号就此推进领土的主张，一步一步建立管辖权，也可能转为具备军事用途的前方要点的基础设施。它其实相当程度的也是要来试探我们的这个反应。我觉得政府现在在南海的，当然东沙、像太平岛这些地方就是有关我们对中国这种灰色地带冲突的这个底线是在哪里，我们自己要很清楚，要不然的话，它只会亲门踏户，等于是这个得寸进尺。学者指出，除了掌握中方动作以外，咱方也应该维持底线，要有警觉，并且小心来反制，避免发生进一步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和日本执政党头一届办外交国防2+2会谈，会后要扩大政策会议，讨论到防灾、海底电缆、国防等等议题。也因为代志之间无正式邦交，希望透过定期会谈建立到沟通的管道。
日本首相就破幕就任以来，代志执政党第一摆外交国防自家己会谈车衫伫台北登场，因为代志无正式外交关系，希望透过定期会谈寻求共识，建立协调政策管道。作为少数执政党的一个责任当中，我们2+2的对话要持续进行，形成未来制度上的一个演变。透过交流的过程当中，能够形成实质的一个合作机制的一个产生。代志之间聚焦防灾、海地电缆、国防创新等议题讨论，而且这摆会談了後，會第一擺舉行擴大4加4政策會議，由自民黨台灣政策檢討專案小組的幹部參加。いずれにしても台湾と日本近くて近い関係にあ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いずれにしてもしっかりと今日も議論をしていく、そういった取り組みができる、その大前提として日本そして台湾を取り巻くこのアジアの地域、ひいてはインド太平洋の地域が平和で、そして自由な形で人や経済活動のこういった交流ができるといったことがやはり重要です。分署日本国会外交国防委员会日本总议员强调，代志交流正重要，大前提是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反映呢当前这个印太局势变化的一个情况，也象征着台日关系从传统经贸文化交流呢迈向安全合作以及战略整合的升级阶段。他将认为代志建立制度化平台，扩大会谈，反映即马印太局势变化，互双边应继续伫各领域加强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伊兼做摄影师，涉嫌透过社群还佫交友软体参加 cosplay 摄影活动，用诱拐、强迫等方式性侵害29名未成年少女，而且佫甲这过程翕落来，上细汉的受害者敢若12岁尔。这婚姻地检署今仔依照强制性交、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上重会当关到25年。警方到姓吴的查甫人住的所在，当场查扣摄影器材甲做硬碟。伊涉嫌对2016年到2024年经由社群交友软体，也是参加实体甲实扮演摄影活动，诱骗强迫29名未成年少女，并且性侵害，也翕一个影像留起来。婚姻地检署查3伊涉犯刑法强制性交甲儿童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这罪嫌，该提起公诉，具体求刑25年，将议员关押禁见。性侵者共有29名少女，年龄介于12岁至17岁间。本案无性摄影师涉嫌刑法强制性交及儿少性剥削条例等罪嫌，求处定执行刑为至少有期徒刑25年。看越多越好，因为我跟很多人了，那有些人他们就太小，就是说不能出面啊，然后怕家长知道啊。警告事件起因是2004年底，一个婚姻女高中生团4号，这姓吴查甫人性侵害，家长传伊验伤报警，4个定情，但是才爆出来。专案小组也伫查扣二条内底发现6817部无共少女遭到性侵害影像。内审基金会认为，青少年时期想要展现家己争取社群的认同，摄录摄影师以免费翕相摄影，尽管的心思以互惠合作这方式诱骗，互人误入陷阱。先去讨论，那我要照什么样的照片？好，我的尺度、我的服装、我的风格，那要用在什么用途？找一下伴，找一下家长跟着自己一起，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相对保险的事情。然后地点上，我们选一个公开的场域。妇女团体建议，父母囝儿中间应该先处理理解信任，再一步一步协助引导。婚姻地检署强调，受害未成年少女上细汉只有12岁，将也无发现有被害人的影片，向世界乱寄送，也呼吁家长爱注意，带囡仔有个样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柬埔寨诈骗集团愈来愈厉害，涉嫌联合台湾的黑道，开大钱去租这饭店的场地，佮找人来假做这投资的民众，甲这演讲者用 AI 换面换做是台经院董事长的面，拐民众来投资，将近1年的时间就骗18个人，损失金额超过1亿。当规数西米路出现全场拢是破声，讲述行上台前分享投资理财。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认真真的好好的赚钱。
内顶公家出甲全部受到大家喝彩，不过这场见面会为讲者甲听众拢是事前准备好的，出来早读剧本，现场应该就真的。在一些高级的宴会场所、宴会厅拍摄影片，会放到这个有被害人所在这群组，营造一种股票公司运作很正常。警方查获在台嫌犯未少有帮派背景，涉嫌替干部在集团做代志，开大钱做饭店的场地，招募大量临时演员，用假投资老师见面会打造甲有模有样，每一届卡要着都开挖8万，专程拍片记录上传群组，背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互被害人伫投资骗局愈陷愈深。冒用股票老师名义于群组内授课，及冒用投资公司名义成立假投资 APP， 谎称可获得高报酬。并开群组对话内底提起的5教授也是无名使用，嫌犯透过 AI 画面将讲者的面换做台经院董事长吴中书，也是有名企业家吴国林等专家学者以假乱真，提悬可信度无到1年68人受害，骗超过1.2亿，警方搁较无排除害人自杀。家属捌悲伤上验，到伫去年12月，台北市内湖一对母仔囝发生哄骗千万，将机会惊上绝路。这个案经过刑事局调查，怀疑死者甲专案有高度关联。不过，这摆落网的17人，虽然有部分方起诉，却只有1个人有方羁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消防局保安系统去年常常出问题，调查者知影讲是30岁姓潘的查甫人做海客入去系统，甲这救援情报卖予双创业者。这内面甚至有台达电的员工协助，目前姓潘的海客在押，10万人数以3万到50万不等交保。高雄市消防局救护车出勤，拢由亲子中心指派各地医救保安系统，拢有简单的资讯提供民众查询。2024年6月到8月，系统连续异常影响运作，亲像互海客攻击，原来是4间变装业者为着要较紧去到现场，得到优先承办双重事宜，找海客入侵高雄市消防局医救保安系统。相关资讯提供予殡葬业者，使特定业者得以提早前往现场抢客。于114年3月28日。6月13日及6月24日多次执行搜索。检调调查发现，除了30岁姓潘海客，亲像也有科技大厂台达电员工也涉及。根据了解，这名涉案的台达电员工是姓郑变装业者的支付，协助伊改变姓潘海客提供的资讯，以便简化使用。他帮我整理那个顺序而已啊，他也是有点半被我迷惑啊，所以我对他很抱歉，我真的对他很抱歉。去姓郑变装业者公司登记地稽查证，处主透露，双方是亲情，处只是证明和对方做商用登记，无从事任何变装业务。这个是商业用地的，他要一个商地登记办那个丧葬业、殡葬业的公司行号啦。他有在这边作业吗？还是没有，都没有。检调扩大追查，目前姓潘海客在押，涉案变装业者做性工程师4名被告，世间被告等人分别以3万至50万交保候传。高雄市消防局表示，医救通报系统甲其他21县市同款，拢是由消防署提供，后续会继续强化资讯安全。科技大厂台达电当日查证，敢是有员工涉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积电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讲中国南洋厂的 VEU 授权今年12月31日撤销，代表讲未来呢进口美国设备拢爱单独申请许可。针对这部分，咱的经济部长龚玉鑫今日就表示，初步评估袂影响到台湾整体产业的竞争力。那台股伫今日呢收跌了24100点，起83点。台股拜三开盘小可波动，早盘嘛是收24000点关卡。台积电股价上至85块，好佳在后来买盘入场，台股起势扩大，中场加权指数以24100点做收，起83点。台积电是收8盘价，1160块，主要就是受到美国政府宣布会撤销台积电南京厂的合约，连带影响市场信心。美中的一个科技战，事实上它的一个任何的一个措施，还是会波及到其他的一个国家的一个供应链。台积电表示，当地接到美国政府通知，台积电南京厂目前的验证后最终用途
VEU 授权，会伫2025年12月31日撤销。公司当日评估，佮采取适当应用措施。事实上，台积电伫中国有上工厂甲南京厂。南京厂主要是生产16至12纳米制程晶片，一个月产能6万片；28至22纳米制程，一个月产能4万片，拢是以车用晶片等特殊制程为主。也毋过因为具备先进制程，才会因为美中贸易战所受到冲击。台积电的南京厂占它整个产能大概只有3%，相对来讲，台积电受到的影响反而是比较轻的了哈。那对我们整体的国家的这个半导体的竞争力，大概影响也会有限。工商业总会理事长吴东亮是讲，国际情势不安的时阵，建议电价、上价基本工资拢卖起，政府也爱有配套，才会当疏解团产的压力。如果台积电不亏钱，这个是电价可以东涨。那工资方面呢，当然有很多的压力了哈。那最好是不要涨，如果要涨，希望是不要涨太多了。经济部发声明强调，美国取消台积电南京厂的 VEU 资格，代表未来进口每台美国设备，拢爱单独申请许可，也就是为原本绿色通道模式回归到答案审批模式。根据了解，美国也宣布取消南京韩国公司 VEU。包括三种加海力士，所以并不是针对特定厂商，呼吁国内业者爱强化出口管制的发展作为。佮评估台积电南京厂整体产能只大约3%，无影响台湾整体产业竞争力。未来会继续甲美国参单国业者保持密切联系，将按上新状况佮提供协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根据232条款，要甲进口的钢铁、阿鲁米产品关税加到50%，达过测试来推动，影响台湾的产业。也若这经济部长蒋玉民今下晡和高雄市长陈其迈有找高雄螺丝扣件业者来座谈，也讲会提供金融等等必要的资源协助这个产业会当渡过难关。会前斗阵协商，向政府甲业界一条心。美国6月引起232条款，将进口跟阿鲁米产品关税加到50%，互咱的螺丝甲扣件产业上受影响。经济部长蒋明鑫去高雄，由市长陈其迈陪伴，甲业者开会，了解产业困境。如果世界都是232的50%都一样，我们还可以竞争。但是如果有差别待遇的话，就很难讲了，就很严重了。我们一年要缴那么多税，已经面临着一个全球的一个竞争了。你看，如果没有条件，我们中小企业怎么生存下来？业者发声希望中共降价降低应收税，因为关税提悬真济原料继续起价，加上政治站啊新台币汇率急升等经济压力，互不少企业面临艰难挑战。面对业者困境，经济部甲科技府强调会全力协助。这是一个新的变局。咱看要安怎来做一个调整这讲较无输赢的，上升调整成功，迄个人就是胜出嘛。蒋明鑫承诺会提供避险工具甲银行贷款等现金，但业者想要开拓市场或者是升级转型，会提供相关资源补贴。业者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经济部考虑带业者甲工会拍团体战，鼓励企业抢占全球的市场。中小企业了所以要单独出去参展可能比较困难。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台湾馆？那政府出钱，让这些业者工会来组成，展完以后跟这个通路端或是需求端可以更紧密的结合。业者烦恼短期资金长期影响营运，希望政府同案协助。会中要业者提出将 AI 导入产业可能，蒋明鑫表示赞成，承诺会全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金华城案件还阁伫咧审理，也若这新庆警的辩护律师就讲，检察官用台语问话违反着法院组织法，应该爱用国语。就台语团体和律师就表示讲，这国家语言发展法认定的国语已经包含着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等等一寡国家语言，要求修正条文的用词应该爱改做，应该用国家语言才对。台北地方法院也搁咧审理金华城案，所有律师指出，顶礼拜台北地方法院审金华城案的康检定书，检察官专程使用台语问话，说互申请金的辩护律师以违反法院组织法的第97条，应用国语提出异议。律师认为，申请金的律师的诉求已经违反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他的辩护律师
都欠缺法治上面的常识，连检察官使用台语在侦讯光点里面出现台语，都还要被异议说啊你违反法院组织法，完全没有看到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明文规定，你不能歧视任何语言。台基近期推动联名拜三召开记者会，指出照目前的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时应该使用的语言，虽然以前在1938年是规定应该用中国语言，1989年修订应该用国语。联名指出，即马应该爱改做用国家语言才对，安尼才会下国家语言发展法对国家语言的定义，确保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和马祖语等等的族群受到公平对待。虽然即摆有人建议讲，伊照讲应该当改水这国语，不过像即届伊律师提出来讲的，伊认为国语就是华语嘛。虽然即届的诉求其实嘛真简单，就是咱应该把即个国语，甲正式改做国家语言。伫中华、云林吼，甲嘉义，拢有超过60%以上的人，因是以台语来思考。伊爱去即个法院吼，爱讲话的时阵，你强逼伊讲华语，伊是无法度会完整来表达伊的感情。台基近期推动联名，指出台湾目前也有86%的台基人口，特别是中南部地区更加普遍。联名主张应该伫司法现场，法院应该爱先调查当事人希望使用的语言，然后提供翻译服务，互民众会当用家己熟悉的语言来维护家己的权益。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国卫院上届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讲埃及版本这种灰卡蚌呢，是南部主要天狗一个炭病蚌。不过去年北港森林就发现讲，这灰卡蚌会直接生炭。如果15年后灰卡蚌就出现在台中，也个花莲等地区。另外，这种灰卡蚌呢，也会坐车上北，所以人济所在也着爱加强监控。高雄市环保人员伫大街小巷甲小台环境喷消毒水，因为今年本土天狗热，累计有12例拢伫高雄市。为着防止天狗热疫情扩大，国卫院上新研究发现，灰卡蚌原本是南部天狗热主要传播源，甲北部的白雪版本属性无共。不过去年伫云林北港发现灰卡蚌繁殖、炭生后代现象，显示有向北刷动的趋势。埃及斑纹的寿命比白线斑纹长。那又相对白线斑纹比较喜欢室内，它会就是叮很多人，所以它传播登革热的能力又比较强，所以有埃及斑纹的地方就要花更多的心力去对抗这个埃及斑纹。国卫院表示，这份研究是利用气候模型来估算，结合白雾蠓伫台湾分布甲气候资料，包括气温、湿度、雨量等，估算蠓仔会出现伫倒一寡所在。随气候变迁，去年伫云林北港发现灰卡蚌的踪迹，估算2024年进前，适合灰卡蚌生存的县市可能增加台中、甲花莲等地。另外，报告也指出，板桥车站甲新乌日车站较会发生灰卡蚌随北上列车刷动到北部的事件。所以交通中心也爱定期监测。地方单位如果有发生病媒蚊子上比较升高的现象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动员，会去做资侦员的一个清除。疾管署强调，天狗热是环境病，尤其目前当时天狗热流行季节，加上最近天气高温，调有过头了后落雨，有利白蚊蠓滋生，传播风险增加，呼吁民众爱主动清除，节水用气，落实顺道清除，才会当彻底阻断天狗热的传播路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可能即摆天气较袂调，拢超过35度，莫讲大人袂堪，一些囡仔也自在袂调。调民安团体和学者去到公园，发现囡仔耍的沙和其他设备平均温度拢到60度。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爱提供囡仔安全的户外环境。内政部讲会配合环境部来规划公园杂质的措施。面对气候的危机，根据卫福部今年5月至8月的统计。全台湾18岁以下的儿童，因为受到热伤害去看医生的人数有107人，比顶年同时间增加4成。有儿童就讲，伊伫外口的球场拍球，才拍无1点钟，就因为掉沙吐2摆。因希望台湾会当参考国外的降温设备，像是麦地那的那个大阳伞，我可以补充，就是环境的效益，它还可以有一个好处，就是可能。结合文化，像如果在高雄，他就可以用那个高雄美浓的客家之伞。有民团和学者伫8个县市公园测温度，发现儿童耍的沙和其他设备平均高温有到60度，
因着呼吁政府应该要提供儿童安全友善的环境。医生嘛表示，若因为高温，致使儿童无法度出去耍，嘛会影响到因的发展。这类的公园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它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挑战，比如说感觉统合啊，或者是动作协调的这些练习。那如果都没有到外面去玩，那这些能力其实就很难被训练到。经过各界提出无同的建议，内政部表示会配合环境部来规划公园杂利的措施。绿树啦的这些植栽啦，能够达到一些遮阴的效果。那也透过一些风廊的设计呢，能够有一些人工设施物呢，也能够让这个公园的微气候呢，能够有一些通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气候的变迁唔但影响到大人，儿童嘛会受到冲击。主办单位呼吁政府要重视儿童的需求，互政策的规划通好愈来愈齐全。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高雄去年8月公布火灾预防驻地条例的修正案，甲5楼以下一般人家厝入去爱斗这火灾警报器的范围。那准报到扩坑了后，也是唔改善，对9月初开始上悬会当罚到3万块。目前高雄呢，也阁有5万户也未到。就是这政府分的，政府分的。民众提出火灾警报器，讲这是高雄市区分的，因为伫咧领着进前，家己就先开钱买转来投啊，所以就留咧备用。经过一年的宣导，高雄市对9月初一起会针对5楼以下一般主体，若是无到火灾警报器，经过考坑佮无愿意改善的人开单处罚，上悬会当罚3万块。有民众讲警报器真正爱斗，安尼安全才有保障。政府未补贴的时阵，阮囝拢买转来装啊，阮可拢共装咧，装免钱的咧。为着人的安全无，大约是67万户。那本局已经补助约62万户的每一户1颗助警器。那剩余的均是这个空屋以及拒绝接受补助的住户大约是5万户。消防局表示，以今年来讲，因为警报器即时通知降低火灾伤亡的案件，拢总过24件。目前高雄的警报器发放率已经达到9%，针对也未达成的7%，会来加强劝导。不过有立场建议，干那看发放的数字未准，要确定警报器是毋是有真正斗起哩，安尼政策的推测才有意义。有第一线的当然咱较辛苦的，咱到第一线的时阵，咱就直接来帮咱的居民来帮伊安装，毋是讲互伊签收。是咱帮安装好，安尼教室来安装较实会当保护到咱居民。消防局讲，目前也无开发的案例，后续会针对捌发生火灾主体加强巡查。立场也建议，巡查的时阵要去了解警报器是毋是斗着所在，也阁有电无，避免拄到状况，煞无法度发挥效果。记者郭家祖、柯兆勇高雄采访报道。来看新竹市东区的高水路173号路口，伫这几天小连续发生车祸，除了是轿车、奥多摆相撞，也有这过路人和奥多摆弄着伤。李就讲，进前捌要求市政府呢，爱伫遮装这车红灯，也拿交通处是回应讲，因会提出改善方案。穿白衫的民众行伫路口的过路线，无想到后一秒就去一台机车弄到，过路人甲骑机车的人拢倒伫涂骹，倒伫同一个路口。顶个月再发生汽车甲机车相划，当地民众讲，这个路口是真危险。我是觉得蛮危险的，我们平常在这边开车也是觉得，这路口是真的需要一个交通号志啊。那一个绿灯一起步的话，看到的是下一个路口的绿灯啊，然后晚上这边又没有什么主动的号志，只有一个路灯而已，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想到抢快要过那绿灯，然后就疏忽掉这个路口的行人穿越。当地里长建议，这路段的车红灯设计应该重新规划交通号志的设置，才当真正解决问题。市府是回应会提出改善方案，伫后届交通改善小组进行讨论。上一次车祸之后，这次就来画这个所谓的视觉性的警示带，放上去结果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根本就没有在减速。是否将调阅该路口近年的事故资料，研议改善方案，并提至下周交通改善小组会议讨论。新竹市高水路是往科学园区上班的重要道路，车流量大，里长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交通问题，避免再发生危险的事件。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
屏东有民众半暝赛车经过潮州大桥，想要到顶头有4只牛伫遐热烧。警方接到通报了后，赶紧追查这主人身份，也要提醒讲，若准备甲这牛管理好势，造成交通事故，唔若爱罚钱，真有可能要刑事责任。赛车赛到半路，看到4只牛行伫路中，驾驶赶紧甲车动落来，以免发生危险。半暝啊12点外，竟然有牛咧踅大路。这是屏东特产，要往潮州的潮州大桥，因为桥骹拢有人放饲牛，这个牛可能是暗时啊，趁主人在休困的时阵，行到桥顶透一口气。外边是有人喺度饲牛的啊，上迄边一个桥用进前捌啦。24点钟是遮咧顾的人，像迄边遐就拢无牵车啊，系啊，无牵车啊，对爱拢固定落到桥遐，啊才开到桥安尼尔。警方接到通报，早时啊嘛前往桥骹找饲主了解，饲主表示这附近啊大约有7位咧饲牛，伊家己目前饲15只。警方嘛甲饲主告知，牛若是无绑好势，行去车路顶造成交通事故，有可能会犯伤害罪。警方表示，除了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进行告发，嘛有请管府以动保法再发。本分局将通知事主到案说明。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告发外，并将依《动物保护法》函请屏东县政府裁罚。警方呼吁事主妥善管理牛只，避免影响交通安全。警方提醒饲主应该爱甲家己饲的动物管理好势，避免无适宜走出去，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造成无必要的交通事故。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伫中华搁再发生卖狗肉的事件，这机关指出讲，目前台湾有17个县市呢推动这动保保护驻地条例，不过这中华狗打无处罚的规范甲条文，要求县政府爱制定动保条例。若县政府是答应讲年底进前会提出草案。车后斗拍开，袋仔内底底的那像是互人破病的狗肉。台湾最近集团出卖狗肉的事件，其中有3站买卖是发生伫中华，但是有机关指出，就算是当场掠到卖狗肉的现行犯，嘛是爱等采用送检，搁有行为人趁这段时间的出境，根本掠无人。这个狗肉拿到后，取样到验证，完全证明它是狗肉，需要大概8到10天的一个化验的动作，相关行政上的，不管是法律上的一些不足哦，会造成一些追捕上的一个困难。议员吴伟达指出，目前中华是用旧的牵制管理办法，并无制定法则，嘛无预防抬高的条文。伊伫议会质询的时，有要求县府爱赶紧制定动保驻地条例，而且纳入移工雇主的管理责任。县府表示，会伫年底提出草案送审。动保团体嘛讲，除了地方爱加强驻地条例，其实中央法规的空棚嘛一大堆。他们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或者在大马路边就直接宰杀这个犬猫，一定就在室内。但你室内你要去取证，没有公权力或者没有一些收储票，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取证成功。相关的立法可能在修改，只要你持有这个动物的图例的话，就是视同宰杀，把这个刑期跟罚则都一定要相对的提高。动保团体表示，目前动保法敢若规定，杀杀狗仔有刑事责任，卖狗肉是行政法，而且杀认定的条件严格，根本罚袂着人。动保团体呼吁中央机关爱守法，重新参详杀的认定标准，卖狗肉加重处罚，才会当真正约束违法的行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最近花莲玉里赤瓜线金针花灯咧大开，吸引真侪游客去遐行搭。有民众讲，伊坐计停车到位啊，这司机该收2500，赔出去用公盘啊共款，认为讲是趁花贵加官计销。县政府表示讲会去稽查，若确实收费无合理，就会开罚单。赤瓜山今年的金针花放真好，吸引不少游客去赏花。也毋过，煞有民众伫社群网站表示，伫桥里火车站，每白班客停车司机到赤瓜山车钱爱2500块，这甲以早坐大约600至800的车钱是差真济。我们过去的话，一趟金针山上去来回这样子是2000块，从来没有这个600到800这个行情。今年会变成2500，是因为整个金针山受了前年918的地震影响，
它的路段啊、路程啊，还有路段的难度都已经增加。天车司机强调，为玉里火车站到车瓜山路程大约25公里，若是一抓跳表车资大约是1000支左右。要不过若是包车，因为时间长，到无同景点也爱等乘客落车收费，也有改设顶服务，车资就是2500，民众会当家己选择。那你会选择哪一种呢？是包车啊？为什么？因为比较多景点的话，那样子可以一起逛这样子啊，就包车这样会比较划算这样啊。如果你做单趟去的话，会比较那个单独啦。车瓜山发展协会表示，即马花东创国管理处也有委托旅行社提供免费转接服务，前提是爱有大数。转接车也是伫玉里火车站每景点发车。目前的话，就是针对我们民宿业者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游客从外地从台北、台中、高雄搭火车来的客人，他就可以搭乘这样的免费接驳服务。县府计设处表示会去稽查，以赔偿这个案件到底是一抓跳表计费有无合理收费情况，也是游客甲计程车司机私底下包车劫纠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对2018年开始举办绘本创作培育工作坊，要和出版社合作，推出2本人权教育绘本，甲威权时代商魂透过绘本的多样表现，希望人权基地会当互愈侪人理解，也会当成做传承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绘本描写着故事当中代表政治受难者的家属的老母一直看窗仔门，讲有恐怖的人影。不过对囡仔角度来看，啥物就无。这个人权教育绘本合作通，作者用囡仔角度来看威权时代留落来的家庭伤痕。受难者家属跟他的后代怎么样去看待？威权时期结束之后，但是仍然有威权幽灵存在的这件事。搁一本是我阿嬷总是听到奇怪声音，用声音来描写阿嬷的创伤。明明就是快乐的炮仔声，阿嬷听起来却是庆声。这2本册是国家人权博物馆的人权教育绘本创作培育工作坊第4届得奖作品，伫咧拜3举办新册发表会。窗透过家庭的场景，展现了域外之仇的压抑与等待。我的奶奶总是听见奇怪的声音，则是透过祖孙对于声音不同的认识。描绘了历史记忆在不同年龄层的延续。我们透过这样种种的这些不管是我们的这些绘本，或是很多的这些载体，所传达的这些价值，我都希望说，是可以让更多人理解过往这些历史脉络，那理解才可以走出上头。人权博物馆对2018年就开始透过绘本，甲讲出嘴的伤痕，透过动游来做表现，希望历史的记忆会当互人看到、互人理解，嘛加做传承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伫咧半导体任务 ISM 大会顶头宣布，印度的半导体发展要进入到第2阶段，也要起2座半导体工厂和8座封装测试厂，要走向半导体家己生产，佫会当外销目标。印度总理莫迪接这台包装好的32微环处理器，这是第一摆由印度生产的晶片制造。不过，印度伫半导体产业方面也无进入领先群的国家内底。根据印度政府讲法，印度伫半导体设计方面已用3奈米的水准。不过，产业分析公司指出，印度的半导体制造依然是伫落地后边的现象。即卖半导体工厂是78到90奈米的成熟制程做主力，也可能应付一般的汽车用晶片。不过，要进步到高阶手机、人工智慧、数学机的产出，都要用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的水准。所以，印度政府这几年大力推动所谓的印度半导体任务 ISM， 总预算达到90亿美金，除了将半导体研发制造列为国家战略级的产业，佮邀请各国的半导体业者斗阵投入资金甲技术，比如台湾的力晶半导体、美国的美光科技，拢是印度政府的合作伙伴。हमारा सेमीकंडक्टर मिशन सिर्फ एक फैब या एक चिप निर्माण तक सीमित नहीं है। हम एक ऐसा सेमीकंडक्टर इकोसिस्टम बना रहे हैं जो भारत को आत्मनिर्भर और ग्लोबली कॉम्पिटिटिव बनाए।
莫迪伫演讲内底宣示的气工厂计划包含2个半导体厂加8个 ATP， 也就是组装、测试加封装工厂，比如印度塔塔集团会甲台湾特种合作投资110亿美金起半导体厂，专注伫半导体元件、微光科技等业者，伫印度合作项目是建立 ATP 产业力量。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